来，这个中国暂停发放到台湾自由行的个人签证，这是互国内的观光业真意外，嘛真着惊。搁较惊的是后一个阶段，若参团体签证拢来限制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咯，恐惊就会冲击到192亿的观光财。也毋过，家己甲台南的店家拢讲，确实是会影响到1城到2城的营业业，但是已经积极咧开发到其他国外市场，他来掠长补底。阿里山真侪中国观光客，未来恐惊看袂到这款情景。中国限速旅客自由行来台，观光业者认为，下一步就惊连团客嘛阻挡。团客再缩短一个所谓的40-50万，那这样加起来就是70万加那个自由行的再加团客40，那110万，损失的话大概192亿。人少收入就减少，嘉义市区观光业者讲，无中国自由行的旅客，业者影响2成左右。不过已经积极布局其他旅客市场做应用。其实有影响，但是我们的方法是，希望是容纳其他不一样的课程进来。来看台南规年冬观光大美人数353万人次，来自中国旅客一冬只有10万人，占比非常小。韩国啦、香港、马来西亚那边、欧洲的都有。我们不会去沾沾自喜说对台南冲击小，但是我们会是严阵以待来面对将来可能的冲击。不管影响大，或者是影响小，观光业者表示，依然是袂放弃任何一个旅客，任何一分的冲击，拢会小心面对。